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摩行嘅中间，佢哋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同大家来讨论嘅呢，就是客家西安白话语文文化嘅研究第12课客语文接码语词嘅文化。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慢慢的作品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参考。一个主要是提供一个本研究也写作一级有兴趣客家白话语读文嘅乡亲呐，共同来研究都参考。大家记得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地方行业啊。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字、文语，同时各曲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哦。所以研究客家语文、语言，还有声母、韵母、声调，以及文字方面呢，也还有音、语、形以外呢。还能加上外来语同表演的演化、进步的常语等等多种的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同客家文，还有法土、尘土、正确土等三土，同时要兼顾故事同经验的用法。张有法土研究河西人民主权，客家语言嘅组合同注音方面啊，希望教学嘅先生小子大家对咬字用语，而来语言而来分明脱了，张有客家嘅美食嘅存在，同时敬请各位乡亲大家对嘅录音多听来做参考，同时注解方面多看啊，让我了解语言同文字嘅用法，本文多读啊，所以客家语、客家文自然语言就会通顺流利，同时能够承接受我们客家优美嘅语言嘅音色方面，他有办法兼顾到。今日同大家这个报道嘅呢，就是讲标题，这个就是泰国嘅普吉岛，这个大家都会记得，有钱走遍天下，观光有料，没钱只好无钱无败天下，行行咧。老看无从安尼哈，也就系基本嘅本文嘅标题图照。再讲到基本所提供嘅3条歌嘅，就说人心不足沙吞香，由刘平峰手指所创嘅。第一条呢，一个好路嘅，就说是优雅手指所创嘅无良心美人，无良心美人。一个翻译嘅部分呢，一个由姚淑蓉所创嘅富心美人啊，呢3条歌嘅，主要是本大家来记得一个不同族群之间嘅语言嘅唱法係樣嘅啊，作曲、曲詞、音樂等等方面嘅做一個比較。本文書寫為316句嘅接碼嘅語詞，你提供本大家嚟做個了解，但萬萬不可隨意出口嚟錯口音。有人講啊，也係非常嘅有樣，修身體液少乜嘅咯口音。另外嘅3首不同嘅白話語言歌曲詞。從歌唱嘅語言嚟互相嘅比較，同他了解
这个地久上落嘅道理安尼吼。另外呢，我哋客家語嘅連音詞同語音嘛，嘅連音呢音母只有啊、o 三音嘅，一個本來母音呢是有啊、u 嘅哦，但是連音只有啊、o 安尼吼，一個韵母。上母运用前一则是个韵母密音转变为上母，同样是啊来讲啊是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一八音，同时但是个时间呢，就啊、o 本音，尤其当前嘅教育普也好，学位费也好，天上嘅 A 音嘛。都係用簡體字，詩意方面嘅簡體字，單獨嘅，一個嘅政府也係提倡冇用簡體字，但是偏偏客家語文嘅體上全部用單獨嘅，過去所啲啊，一個作文嘅時間，寫簡體字會扣1分咯，所以語同文只有用。本音是 A 音，一個就是當前嘅連音詞啊，冇用語音，本音就是只有韻母音，一個語音呢只有上母加上韻母加上上條，冇安尼用啊，嚴重影響到客家嘅語音嘅音色一點呢，請大家多多來加強共同來推廣安尼好。再講今日嘅本文，我同大家嚟做個介紹。客家語言白話語文文化嘅研究，第695篇，第11課，客語文嘅節碼語詞嘅文化，課文一詞一語，對照慢慢嘅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一個參考。節碼語詞也係語言嘅一部分咯。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係心不平、氣不和嘅時節，就會應用出來，以爆發泄露心中嘅怒氣哦。節碼詞大部分都係主動攻擊性呢，一個語言武器。再講節碼語詞也係形容詞嘅一種，但而是用反面互相嘅嚟做形容。至於一般形容詞係指正面嚟做描寫嘅嚇，因此一般過程社會認為應以組織節碼語詞運用於語言，一個是不適當。有人講多講善言係一種祝福嘅意思，多講節碼語言就變成了詛咒就罵人嘅意思。所以各位鄉親對於節碼語言嘅使用安尼嚇，但是在做戲嘅方面呢，也可以充分的表示意思嘅表達，但卻視為節碼語詞，有時就難以一語講一語道破，全部清理事態，經過我熟悉研究，發現已有相當深嘅哲學道理。本篇種類分為也計有6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活性，用活性嚟形容嘅節碼詞。第二呢就平通，主注嘅語言詞，客家嘅一個罵人嘅態度，用一個平通嚟形容，也非常嘅深突嘅素材哦，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三，以通活性、實語上手為節碼詞啊。第四呢，以實語上手以外嘅通活性來做節碼嘅語詞。
第五呢，就应用人体嘅器官来做解码词。第六，行为现象等等，有使用频率嘅多少啊，可地地讲解码词嘅人嘅身份同环境以及人际关系。所以中华人、中华史啊，有一句话讲，来到彰化不能讲脏话，也句话啊。来到彰化啊，唔好讲欧洲嘅话，安尼吧啊。经过调查分析咧，我了解意义啊，这讲话嘅意思，千祈莫使用啊，希望大家莫使用。但是我知道嘅意思，唔好讲唔知意思就乱讲一场，是的，骂人都唔知哦，嗬。那系安尼，因为引起公然侮辱罪有，呢点呢，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啊。在此奉告组织各位乡亲大家，好来，我哋睇来研究。以上呢讲嘅11分21秒，我会播时间嘅原因，就是推希望各位乡亲，假使冇按到时间看那团啊，可以用手机嘅也系填咯，绑一个时间到11分21秒以下呢，就可以看到微信应用嘅解码词哈，也怪乎地道里嘅注音。使用果蔬强，南部嘅南西人啊，可以详细来分啊，可以分为这个美浓强、美浓包括是昨天内部嘅温暖啊，也都啊那哈。另外果蔬强呢，包括是果蔬创造性比较动，另外一强是态度顽强，分为3强安尼哈。后来。一个各地方嘅骂嘅意思多少有所差别，不同嘅所采用。第一，人工嘅高温工嘅，按古书人讲，人工語用以當月末，係指突發之中嘅現象，意指啱啱嘅意思啦，啱啱嘅意思，人工嘅第二。阿不多，就是头摆是感冒嘅药嘅阿不多，本质不到温，可能乜嘅都唔做一個多呢有兩言現在講多同多兩言，多進來就回來，就是多進來嘅多嘅咁嘅言。第三，乜人講古佛用嘅就是蘭太不離不達點，只能古佛用啊。古佛就是古嗰老嘅佛像啊。第四，內北宮嘅古書強，內北宮語是錯呢唔答面。第五，giảm讀魔。就不聽信啦，也做一個下位有揾個人士嘅，冇專心冇專意啊，一個讀書再加上一個那個難書吧嘅書啊，一個書然後帶下咗一個本意讀到嘅讀giảm讀魔。第六，難本記。難本記，因為個難本記行為素質嘅差，不出得提拔幫忙嘅意思。難本記一個素質修養嘅人，你能夠提拔嘅人第七，六四軍，古書強調六四軍西沃跑軍泰沃。六四軍越搞越粗派塊個關於講是搞住一個專門搞水人嘅就六四軍。第八，
大鑊唔成滾，小鑊泡泡滾，就皇帝不見太監過急一個意思安尼嚇。第三，三妹婦人家當過一盅飯油茶，也就比喻一個婦人家個婦人家嘅花事個多，大家感情很好，窮下不能咯，講無停咯嗬。所以就有人講嘅，頭擺嘅飯油茶要加上石頭路啊，輕靈狂浪行啊出去啊。所以有人講啊，三妹婦人家當過一個飯油茶吧，嗬。其實冇格殺，冇格殺，一個格殺呢，我研究啊，個可能是老人家行路冇褲穿嘅，冇褲穿嘅行唔得啦，啊，格殺就是騰格嘅格，啊殺呢就是頭個山勢，但是也冇一隻嗜好，冇格殺就是冇老人家冇穿嘅，就冇辦法行路啊，這個冇辦法呢？就是話公務人員冇一個法律啦，就冇辦法判咯。啊，冇法度咯，意思係冇相同。冇法度就是講啊，禱告以冇法度來一個突然啊，突發人家話冇一個做法，唔會法不夠啊，絕對都唔去來突然。突然就是講冇法度，冇那個法嘅度，所以冇格殺，冇法度，一個冇格殺，冇法度，一三個意義冇辦法，都係冇同樣嘅意思，用物來做表示。第四邊多點嘅，也是閩南話啊，點呢？是葫蘆花點多點嘅，哦，點嘅意思，鑊嘅就糟糕了，糟糕了是關於一個乜嘅咯糟糕咯，一個狗呀已經上舊時冇嘅，糟糕嘅，哦，嗰個嚴重就是講啊，慘嘅，哦，點呢得意安點啊，多點嘅，哦，就好容易咩點。得意啊點啊，一個嘢冇相同。第十三，火舞蛤蟆叫，火舞蛤蟆叫，即環境啊非常嘅惡劣，佢唔冇啊，佢其實沒意思。火舞蛤蟆叫。第十三，六事棍就是事情越搞越差嘛，啊。越搞越差，可以講啊，係搞主弄主啊，敗壞嘅人嚇。第十四，愛得呢，或愛得你嚇，或講謊人，也是比喻啱啊，厲害冇人知哦，現種人講啊，係呢。點點唔識，一識都3萬個嚇，所以愛得你會講謊人，確實係有人有歧視啱不頭。一個機器頭擺個鐵機器嘛，看啱才老輩外輩嘅時間啊，看唔到，一定會講謊人。愛得你呢，大家都冇注意，所以也會講謊人。謊就是汪汪嘅汪啊，嚟做謊人。第十四，擺弄把算盤。擺弄把算盤，表示精算嘅人，係嘅人個字咯。嘅擺弄把算盤啊，講乜嘅案件單都本蘋果啊，一個錢打24個結就結果的結，南普講結，一個錢打24個就以所財奴啦，嚇一個。獎錢可能佢從嚇，一個第十篇，作窮良夫，就志同道合之人啊，志同道合之嘅人啊，一個意思，係為咗是呢，個富強嘅強，牧師篇做一個監察人嘅監啊，富強嘅強，18苦唔抵強太重，莫苦唔抵強太重。當然啦，莫做
木苦的人就讲啊，木做看唔到的人，但是俺哋嗰時講啊，木黑啦嚇，木還有罵人嘅意思，嗰種木苦呢是一般的語言，不地理學嘅關係啦，木苦唔係講太重，富強就都講過啊嚇，富強樣嘅寫，一個富就是富口嘅富啊，都富強啊，第19。木苦唔講富強，唔講富強哦，富強只有個的位，就木苦人看唔到富強，所以踢落去啊，哈，就是本意思是講啊，南山中啊，衝要讀中，冇方向啊就講中，有方向啊就講衝啊，衝過去就衝啊，一個木苦唔啲。唔啲講富強喎，見踢到過去哦，好，睇看20，大鑊唔前滾，小鑊跑滾，頭都講過嚇，個防體布置太前噃，個頭家佬唔會出劫啊，唔做順路嘅人按劫咗麥嘅咯，哦，第21，太人紅燈，生人立燈，啊，立就是拉路的拉，哦，加上跳數片。所以呢，就立定，就是講啊，不敵倫理道德嘅禮貌性啊，就是一下讓老人做嘅意思是相同啊，一個太人紅燈，所以呢立定就是不敵倫理道德禮貌嘅所以呢啊，22，上梁搭下梁。上呢搭下呢，一個做丈夫嘅時間呢，上邊嘅口嘅，同下邊嘅口嘅扛啊，一個做啊冇窮樣啊，就是不按規矩行動的意思啊。接着個呢搭，一個搭唄同結尾是冇相同哦，搭唄是有翻腳是搭唄嘅搭啊。一個倒那個倒打嘅打，那個搭音嘅搭，加上倒步哦，也都搭。調那個調呀，就是搭唄啊，搭唄。按結尾呢是冇翻腳多種嚟嘅，所以腳搭呢兩個是意思冇相同。第23是三角肉，就是頭擺啊，呀頭擺能有一個人過身啊，人過身。是上示範嘅作用，一切三角形嘅哦，嘅出講啊，表示講啊，是上示範是三角形哦。24，三名婦人家當過一種塊牛茶哦，表示婦人家語言特別多，但是大家要注意嚇，婦人家人話事唔是很多啊哈，多嘅時間呢，應講啊。或者像快銅鑼一樣嘅，一個家財不保，一個春節難順都行起來，所以婦人家人係個點地位嚇。第25，新竹嘅賭馬鬥兵，鬥是湊在一起的湊哈，鬥兵，新竹嘅賭馬鬥兵，各位聽見，賭馬就是讀太條數嚟嘅，有兵嘛冇兵，但是新竹嘅賭馬是有鬥兵哦，樣相表示樣相好看啊，用途不多啊，親像客家話講啊，草牛馬太國版，國版安排唔會上鬥啊，就是話新竹嘅賭馬鬥兵哦，好看相哦，好看相。26，一個酒樓游水，酒樓游水表示無效嘅意思，也同一個吹南開水一樣樣啊，酒樓落眼睇要，咁唔用酒樓成本係食佢啦，當然就酒樓一坑一坑，冇辦法一個流水放起來。第26，冇閒錢不酒樓，冇閒錢不酒樓，就說酒樓本事多強哦，冇需要不為啦，就是講啊，一個事情冇需要多去參考哦，
按摩按汗的前来步骤了哦。第二是果实嘅叶辣嘅哦，表示是派嘅意思啊，是好是好。果实嘅神通散也系相同，有人嚟讲啊哈，果实嘅神通散特别嘅偏药嘅时就有个神通散啊，表示是好哦，药嘅有时间性啊。嘅草房作嘅表示当主管嘅意思，当主管做主管嘅意思。一个29家藏货，是指古老嘅秋货啊，秋老货啊，老少货有冇相同哦？家藏货是讲改古老，但是伊可能还改好。老少货呢，就欧洲有果实嘅东西啊，改老少，安哈。甚至200嘅废红茶，一个小形容词哦，形容词就婀娜丢妞啊，用装绅士嘅含义啊，也都有些把写好以胡说八道的意思哈。第31点火样啊哈，是指时间到了，亲像点一支火出来火，起来火。嘅时间用係簡短啦，一點啊手一下就起嚟啊，表示時間過短。嘅通常都有人來覆下了，一下都係幾嘢就講，哎，就嚟哦，嚟到嘢就係盡量點火用啊，嚇。32手把金鳥盤，一個比喻是倒霉嘅氣象，嚇。一个废油呢，起下用手把金鸟盘呐，新手把金鸟盘啊哈，第33个绑书机诶，绑样一下个溜绑的绑加上跳书盘啊，绑书机诶，绑一下又绑一下，就敌对相持不下的意思啊。就是像奥斯一样啦啊，34雕刻师告诉我雕刻师本意是培养那个皮核师培养滋养俺们客家话讲滋养关于是讲皮影师，孩子处处都会用人来指示不同这个都雕刻师样的。讲一句做一句安尼哈。第35永生大会，永恒的永就永正皇帝的永，带下嗰种土石盘，神就是灰尘大会就是个装嗰度灰哈，永生大会的灰尘满地。以上呢讲28分25秒接下来我哋看用平通注人家嘅马词，也嘅個嚴重像大家使用啲的意思，那唔係講查馬講出來嘅話，那啲意思，那唔係諗住馬人不文文 VUN 不文就是像不給文一樣難以治療的病的不文那個文客家話是文關於翻譯是講疫瘟疫我哋客家話是講不文第二不合適呢也加上一個平時片叫氣喘病一個不合就講頭一個苦比喻製造苦喪失了這個不合咯就是講製造苦吃合和合用平時片。第三不障是指鼻障礙，都是為胖的是難以有，所以雖然人假使係一個鼻障礙
都是为碰啊青苔啊，比一个气场无疑呀，无疑啊，也不脏。第七，不少，不少是制造需要的人啊，带来需要的人，佢不少骂人啊哈。第五，不死，不死就讲癫痫病啊，白虎象征讲竹麻菜，竹麻菜。都不是白虎象征讲竹麻菜啊哈，弯一下，这金不破啊，哦，这个做个不是。第六，不如，一个如含这个如哈，冇3点水，一个法师做法师，治皮肤，关于讲啊顺畅，个皮肤片个热类啊。比喻好好的是高怀强强，按不如，骂人讲生意的按不如哈，好好的事情如果做怀强强啊，就讲个不如。第八，个不贪风啊，贪就是那个摊贩的贪，和疯就是疯狂的疯，不贪风就是中风的样的。东西拿唔稳啊，开会，所以开会拿稳毕业时间，大会啊，有这位老人家讲不贪风嘛，我来讲哈。第九，不露笑，是露3班都不露笑。第十，不佛林中，比喻自找苦吃。一个火烧的时间，虽然人家是一个因为恶鸟爆火啊，个奇怪哦，也就可能讲不佛林哈，不佛林中，一个不佛林呢，我用乜个饲料呢？谈讲特别是用火烧桶来喷呢，就会火啊第11，不师傅笑。比喻好的事情高怀强强啊！一个师傅的师呢，一个组织的织，当个个狮字旁啊，不师傅笑啊，也是同性恋的一种了啊。第12，过模，就痛苦难以的片啊，通常过模。后面接回来切胎哦，一句话冇骂人啦哈，最后冇讲，過冇切胎，冇平又冇後胎安啦哈。第13，惡農惡俠，就是撥弄是非，無中生有嘅語言啊，也可以指乜嘅喏，大腸癌啊，大腸癌呢是惡農惡俠，也罵人個吐過。14，惡農挖血，惡農挖血同惡農惡血意思相同。第15，惡爸爸就無中生有的一個罵人，冇樣冇價啊，惡爸爸冇樣冇價啊，惡爸就無中生有不可靠的意思，也係罵個阿參咩惡爸嘅啊，阿廣啊，20篇做。廣東省嘅廣，一個廣，阿廣叫做二龍，二配多嘅意思，阿廣咩？阿廣。19，歐拍斯嘅嘅，一個的呢，一個我本用是單音字，也用出本音歐拍斯嘅嘅啊，嘅意告訴人講啊，一些精神都冇。見度冇衰啊，身體佢衰呀，一個有人在做太戲嘅時間呢，看到人都冇衰，人個到篤鼓咩啊，冇到罵人講啊，我拍死嘅啊，第20，過摸刺頭，一句話呢，就是不裝後嘅意思，做螞蟻啊，過摸刺頭嘅刺人講，遲到的遲。也出字旁拿起來揾個刀斧，也就董事向前所講嘅一個話語，過冇刺頭啊。22，
披实实，披实实，意思是讲啊，早唔伫啊，不离这个，早唔伫，唔答应啊，也叫做披实实咯，哦。23不佛林中他都讲过啊，自受苦吃麻烦的意思，下巴亦很糟糕啊，很糟糕。莫是杂者啊，杂者嘅插，都从杂，者呢用诗，也有人用九字的字来用记法啊，所以客家拍翻语文地图里呢，一个实用词方面呢，实在难以下手啊。莫是杂者就是半生面，满面目视啊，也就表示讲啊。落魄可怜嘅相啊，杂者啊，一个意思。26，莫视，就是比喻那个身份高大嘅人家，不人看唔起，莫看人莫视呢，原来是读到博士呢，莫看人唔起的意思，莫视。27，我是国标。我是国标啊，一句话是这个是手法也给种了哈，就发愤图强啊，歇后语，发愤图强就乜嘅咯，我是国标啊，高向一下要高的高啊，发愤图强，乜嘅讲我是国标，对吧？第28，下巴，我下巴你都附带大事件。一个都凄惨没有哈，台湾人嘅没有皮带，用附带嘅，我下巴嘅时间，你都附带嘅大事件啦，一个就急我三十急事啊哈，一个无奈何。29，莫按那个师傅，莫是按那个下药，就是爱看身份的能力嘅意思。莫按那个师傅，莫咩唔好哈，莫是按那个下药，就爱看身份，按呢被培养成按呢啊，叫做按呢是南普音，按呢是北普音，那个海流音。第3，假平假药语，真平冇药语，表示是讲啊，真呢有那回事啊？推也推不了，推也推不走啊！以上一共只有37秒56分。这把好了呢，将各位向前来共同的，当然以通过性12上手来做满人的翻译啊。外府地都理解是郭书强啊，后头拿出言，就小聪明又古怪的，有18位。讲啊，为非作歹嘅意思哈。第22，後啊，有18位唔正經嘅表現啦，就後，竟然咯後嘆號，叫做後尾啊，糟糕的意思，慘嘅哈，後尾啊，這個提示，做後不人看。就无聊、搞无意义的事情啊，出版是一天都看后的啊，我做后不人看啊，无聊、搞无意义的事情，现在做后不人看啦啊，一个有人骂人啦，一个后诶啊，就讲双臂讲下臂啊，就讲后诶啊，一个后果平皮。昵称，莫指这个意思啦，是指谁来的？讲啊，莫都讲双臂唔系指嘛，讲手嘛，佢讲后骨咯，后骨咯，个两句话，后骨后骨咯，后嘛咯，后嘛就是平皮嘅昵称，什么莫指这个意思哦，一般通常嘅讲法。第8，山中莫老虎，后果生太王，比喻财阀拖得并无铁路。
杀草体嘅味嘅火油嘅意思啦，火油嘅意思。山中无老虎，后果生太王。第九，后生，后生就是讲比喻本性像后一样嘅火热性，不稳定啊，无固定啦，火热性。是第十后现就好痛哦，久现呢是长久，假现呢就瞬间一下嘅，假看不难不安宁的意思。因这个他个了解，后嘅好动，假嘅呢一个长久是指乜嘅长久呢？一个交配嘅时间，交配嘅时间长久，假现呢一瞬间。所以也个有人讲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几块有用嘅来嘅咯。就是嫁到长久嘅啊，什么人乃唔好。假现嘅呢，一下嘅，一个无过年啦，即无过年。所以讲啊，嫁狗随狗，嫁鸡随鸡，是指是名言比喻，伊本意唔敢讲只有讲比喻。第十遍。慢牛就好动的意思慢牛好动，叫现咯，一个后现，即讲啊慢牛就是唔通话嘅人，唔通人讲干交，一个慢牛，硬起讲就相同，慢牛第十二，牛头痛，牛头痛，王八无理嘅土家伙最痛是指动物人呢是讲最高个人类是讲最高，因为人无最，人唔嘅最呢，无像种牛嘅叫嘅有最同会咬人嘅第十三，牛屎饼无加出嘅意思，洗澡嘅牛屎饼呢是一块一块嘅意思，所以有人嘅头摆有人话饼嘅时候就会俾人骂牛屎饼安尼第十四，豆芽嘅牛就是有树喺那一天必得，一个豆芽嘅牛就好得真正正当样嘅，係就冇空當嘅呢，看得到都係硬赤赤到是好得嘅牛但是他家講和氣咧通常求國家嘅發展，唔好講按好得十五，牛仔人，這牛的口罩，來天嘅時節，牛嘅都會戴牛仔人。主要是講現在唔係識貨嘅也比喻關心罵人仔人呢是 M 做嘢那個 M 做嘢冇做同 M 做嘢咁那個口罩都講 M 做嘢盲做嘢我都講 M 做嘢，而冇做同，所以不可中用嘴立白，唔好講嘴立白那個口罩。那個唔好講嘴立白，嘴立白會談到狗嘅牛嘅方面去第十六，飼牛是唔通人干交嘅慢牛、散牛一個第十七一個土地但是希望各位鄉親一個略略嘅體會一下乜嘅意思，因為釣牛嘛看天時做事要注意環境與時態天時就是天氣。因為講釣牛嘛看天時呢，看落雨天啦，又作所以你唔知啦這個釣牛嘛看天時，看落雨天就作所以。18，那個邊杆是牛嘅四腳野田必須，牛嘅呢最強四腳野田為5棍，牛嘅通常唔會出聲。但是一個在瘟疫變來變去嘅時節，四腳野田嘅時節啦，這種邊杆呢，從一啲順過去，咁我必須。17，快蹄是牛腳嘅蹄牛腳嘅蹄樹上行不通嘅快蹄嘅，亦同大多所講嘅冇法度冇解釋快蹄嘅意思是一樣。第20，口角是
个饲牛个时间呢，用铲的就能够用铁锤敲啊下去，牛的蹄死唔蹄走哦，猪的蹄走唔蹄死哦，所以牛的不然考过个时间会流木汁吼，一点过神奇的所在。啊，牛的就讲啊，蹄死唔蹄走，猪的人啊，牛也吃的时间啦，走了哇哇滚，但是又唔蹄死哦，啊。20牛栏都里斗牛嘛，啊，从阶级下阶级王，唔免真一真英雄啊，真英雄。所以本人协头师，也句话有用来讲咯，协头师头摆那个和个主内地头里也系河巴，那个嗰度写下面嘅啊，亦个协头师用嘅。所以讲啊，我本人协头师是指讲啊，不是龙虾，写下面嘅，安尼吼。22，牛的莫按多钱，不为个多钱，是得不偿失的意思，得不偿失。再看到24，牛多错，就牛犯错的东西，讲法重复又重复，有人讲欠。欠东西也欠，因为汉的时间会多错来说，安尼好就因为有40位啊，24臭牛马太国版就大而无用的意思，何况像就亲像新竹的多马豆饼一样哈，福林县就是过后讲鱼卡鱼农谈人家的福林县。老虎嘛呢，就是过后讲起老虎嘛，就性情同恶嘅妇人家啊，一句话呢，大家注意，就讲恶妻恶老公恶毒之体有一句话喎，恶妻啊，我老公就会恶，生人呢叫我生人呢会恶毒个唔对呀，但是又再加一句话讲啊。叫我每嘢都聽人這話喎，一句話安尼講啊，重複一遍。惡妻就惡老公，叫我惡毒之體，叫我每嘢就聽人走，有一句話啊。27，紙老虎就是用紙過嘅老虎啊，唔是講，過就是講啊，要高啊高個過啊。28。合同是都变错啊，那个不是刺破那个不刺里扒外的，也不是里扒外呀啊，就是拿出那个土的呢，变给拿错的啊，也唔会是啊保留啊，而且沙龙头怪佛啊，一个互相勾结的意思，沙龙头怪佛啊。30，个南沙药反正度都好色难做的意思。南沙药就是讲啊，南沙是玩来玩去的啊，唔硬唱啊，好色唔做的意思。31，南沙药嘅啊，故事讲南沙药机啊，南沙本是冇错个，个比喻是药嘅也冇好。是一个也冇好啊，一个第32，用嘅用嘅是比喻讲啊，讲义毒嘅意思，讲义毒呢就是逐渐的出字旁嗰個3點水哈，本義讀嘅用嘅請講義。33，用模式到殺一生熟啊，沒有佔到好處啊。三而夫妻嘅咩意思，可以一個注意到哈。用模式到殺一生熟啊，用熟啊，用嘅是是指便秘啊，便秘。有人講偷師有按到用師安尼，所以有人是偷師嘅時間呢，因為過度深度里影響到個，只能用嘅事業用佢都唔敢說啊。用家是用家是指供養，供養嘅事啊，咱下災癌
头摆生人的时间，了过了我机会呢，就讲不杨家诗，杨家诗啊。36，阳谷相斗，各对各个；结棍相打，兄对兄；君王相打，争天下；阿妹相打，争老公。嘅这个所谓那个谚语哈，李文谷伫这里也个有讲起，亦係再讀一遍：陽谷相鬥啊，各對各；結棍相打，兄對兄；君王的皇帝相打啦，爭天下；阿妹相打都爭老公，嘿嘿嘿，神奇哈！37，陽嘅惡事，這個斷斷續續嘅意思。陽嘅惡事，斷斷續續啊。好，第38，陽嘅細路嘅呢，堅強式，細路嘅同一個陽嘅啊，佢好熟嚇，一個看到強強嘅，伊就會說嘴頭親好。細路嘅就蝸牛，細路嘅就講蝸牛，啊二路冇相同啊，嚇，細路嘅同二路也兩種東西哦，第39，解馬踏掉，解馬踏掉就馬馬虎虎嘅意思，馬馬虎虎，清清彩彩。41，結棍打解馬就嘿嘿一個社會硬氣嘛喎，嘿嘿，特別有人結棍打解馬嘅時節，雖然呢必本嚟去抹解馬喎，阿公看到會講啊，個都講啊，不理解啊，看到雖然呢。結棍點解嘛？我點死哦！你話，40，結子王，叫牛欄到底鬥牛毛嘅嚇，非英雄嚇，這個阿哥欺負羅模樣嘅嚇，一個結子王啊，結子係落曬，意思相同嚇，模仿宏圖大展，收割收結局各自嘅意思嚇，13。結報，自作聰明，做無效的通報，做無效嘅通報啊！結報。第44，年後是解釋，家長應有書篇。年後是解釋，家長應有人家來書篇啊！嚇，隨雄結是一模屬嘅結棍頭，好打解馬，但是。嘅打到嘅解馬冇功就是唔會上市，唔會出世解啊，隨雄解啊，有人個老而無功，這個隨雄解。念解是誰？就年幼無知的意思，年幼無知，年幼無知嘅念解是誰？你生日的太呀，喊成念解是誰哦？啊，47，這個一個。獨孤解就是頭都講歐拍斯嘅意思啦，哈。第44，外在解就是指本領差又好表揚啦，就像闊美牛好肥嘅意思一樣樣。好，49，實力是幾長嘅，啊，嗰時講實力是幾長嘅啊。比喻好叫搭叫啊真長，改長改叫安啦嗬，所以呢個冇出講牙齒痛咩啊！好，50，解馬條床作，唔咩枕頭就係枕腳，就比喻不該有嘅事情啦，解馬條床作。唔係枕頭就枕腳，佢嘅頭位一個俗語啊！對看到講啊，解馬台，亦不應該有的事啊，解馬台啊。52，解子牌，就是一個牌色哈，一個牌咧，解子牌嘅牌有必牌，什麼意思哈？必表示鬼難看啦哈，解子牌用嘅哈，解眼是夜盲症，解眼是講個皮膚病咯，上啊就腳紅啊，解眼同解夜眼也冇相同嘅病症，解眼就是夜盲症，
结眼呢，也个就是皮肤病的一种哈。我是结豆膜，像结有啊哈，结个内脏之一啊。人体比心脏小，伊个人都比心脏个小是白的哈。都结豆膜，像结有啊哈。55黄带结囊，就是结石中最初的一种的药膏哈，那是膏状个膏。黄胶磷是指吝啬、只进不出的意思啊。胶舌是做事不干净，胶胸囊行上前，胶的这个胸腔，个时间呢，上长去看，意思这个好奇的意思。那个囊，胶胸囊的囊，就是只能讲啊，药个葫芦的上面、下面个睇嘅一个囊，一个气样嚟嘅嗬，囊同气冇相同啊嗬。59叫头来并沾，就无能为力。并沾奋斗的奋啊，拍拖，一个拍花纹的时间都并哈。第60官司大的就是失德啊，可是官司同就是都不能碰啊。两个是动体接触，两个是动物的东西碰，乜个能碰呢？就是两个东西相讲嘅单位的碰，冲摸也个意思冇相同啊哈。第61叫直白谈太开，也句话个当然唔对，叫直白谈太开，就是大的就好，弹性不足。因为叫的发情嘅时间呢，伊个面头能会太，所以叫句的呢，能够走上前啊哈。所以说叫直白谈太开，就是太久好，弹性不足啊，一个意思哈。叫马走上发情的时间能会太快啊。62叫擦尿，就是看到出来就屙尿，随地小便的意思，叫擦尿啊。一个63太久裤是指看门妇主喜欢那个long手的人啊，long手那面太久裤啊。一个64不稳脚是改死不死的意思啊。不装脚是改死也相同啊。66不说脚，不说就带人家不好运啊，不好运。不如有所好显的意思。过毛脚是改死不死啊。那个窝头脚呢，冇乜个好用，就占头将爱来吃的食啊。杀头脚就加重的意思啊。可能交朋友冇遇到一种杀头脚型的朋友啊哈，要注意的话。蘑菇脚就是默默不语，一生治天下啊。一个通常都唔讲话，要做也是一下就会那个对人讲哦，就蘑菇脚咬死人，会咬死人。第72填配脚就随波逐流啊，随波逐流的意思。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在海关做事啊，哈，唔通啊，伊谈爱谈，大家谈嘛，冇谈唔用的呀，哈。按叫话呢，填配脚呢讲啊，唔配爱配，大家配，冇配就会过冇切台安尼话哈。所以也句话可以，这个做人做事要做，也就要有站责，要有分寸，要有了解。冇叫话是身体是弱的事情，直接说就是欢喜去爱接人家的讲话插话啊就伫到里有句话个是猛攻啊，唔系是猛攻啊，唔系是猛攻，是猛攻托猛嘅猛，做猛嘅猛安尼哈，也就客家话。做过去是做白家用的哈，喜欢你说性骨是指喜欢男性，
仙骨是指什么哟？一个诸葛现是谁来的？仙骨是指什么呀？仙骨，这个线条线的线，条线的线。77，走上个竹马，以女性不安于色，同舟西走提起这面是香港嘅做嘅最写实嘅这是颜色有色，那个不太呢，这个是动物，那个齿口也个是女性这，展这个十字旁带下做三个字是落展骨嘅展。78，高阳市是乜嘅意思？就是個兩隻牛嘅上頭附上一個毛唔是皮嘅牛絲，用新鮮嘅牛絲拿嚟裹就係高牛絲，意思這個拼毛皮上嘅這頭牌嘅49歲人點到牛絲特種嘅意思，寫好嘢按對按中80驕傲到是拼毛皮上嘅意思啦高陽市意思相同，叫甲無言就是亂講話，一些效果都冇，叫甲無言第81，昂叫上是用主管骨，異想天開主管那有骨主管冇骨叫嘅本事上係是骨，但是主管那有骨第82，昂叫上是用客論異想天開。第83，昂叫嘛不給存比阿婆圖愛順一個意思啦第84，年紀身體衰老嘅紀就年紀各年以各方度嘅差，沙吞上是貪心不足嘅意思，沙係有辦法吞喺上下啦那個86，諸葛搭救人是文不對題的意思。各位鄉親也係已經講嘅1點鐘02分有3秒嘅我哋得分成2段下集再來繼續對第10部分講下去一個主要一篇文章一共有316句嘅句型所以今日我哋就講到呢隻嘅接下來我哋再同大家附帶做廣告。客家白話語文嘅連音詞是有你英文是看得連狀嘅連同聯合嘅連是不相同白話語文一共有一個白話語文嘅文化吧一個就是我有少嘅經驗講俾大家嚟做嘅參考，一共有16課另外呢一個客家商業用語繪畫呢一點呢也係希望各位鄉親有很多款做生意嘅方式，做生意嘅語言等等方面呢也有16課也可以講客家人做生意講無講究，所以講乜嘅呢一個做生意嘅營銷嘅視頻都係唔低所以生意人生就流量有人講嘅句話冇定差，就是講唔係賺錢就會做官一兩句話但是他的這個一個業種各方面也係注意到。另外一個呢，一個就是講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非常嘅感謝一個范文鄉親台南大學嘅范文博士鄉親整理這個一共有100篇，點一個名字可以談到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也跟我哋基本嘅時間嘅關係，我哋就講到嘅這個承蒙大家感謝，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